香嘛。呀，我们现在来炸这个香葱油，这个是红葱头，这是最重要的灵魂之一。每一颗都是要这样子，肚子圆圆的这种，这样炸起来就很香。这个闻就有一个很呛辣的香气。在咧中式料理当中，油葱酥上定予人摕来提升食材的芳气，是真重要的调味品。油葱酥若要好食，伊的原料红葱头非常的重要。红葱嘛叫做油葱，也是粉葱，是一种小型的葱。片起来比蒜头较香，阁无像洋葱遐尔啊呛。不管是生食，还是摕来入菜，拢真适合。头家娘特别选用台南正式的红葱头，外形呈现紫红色的水滴状，每一粒拢至少有6公分，逐粒都结实饱满，而且香气十足。伫红葱头的处理上，坚持无使用机器，顺手工切片。头家娘讲，安尼才会当掌握外观的完整度。入鼎落去煎了后，阁会当保留红葱头的酥脆口感。油葱酥真重要的关键就是猪油，猪油是制作油葱的关键原料，因为猪油的稳定耐高温。会当互品质甲香气拢提升到更较悬的层次。冷鼎烧火，将肥猪肉丁落鼎，以传统的手工不停的翻架来制作，慢慢提炼出猪油了后，搁再将肉油啊糊出来。油泡了哈，到金黄色就可以捞了。半个小时过，至少要半小时。对，最少就要半小时。炼好的猪油继续加温，刷来将切片的红葱头入鼎。落鼎迄时阵，猪油会化开，亲像鸡同款，高高香香。煎的过程中，迄种天然的香气，互片到的人腹肚拢随咬起来。制作油葱酥是家家户户拢会晓的技术，虽然平凡，但是香味真正无简单，是互老主顾思思念念的人间美味。油葱酥啊，在我们客家料理里面都是很重要的调味料，大家都会自己做啊。以前家里是没有，我是结婚后才学的，自己才学的。以前出来我就开面店啊，开面店就要有油葱酥，所以就自己在学习啊。就记忆中就说油葱就要油去炸啊，就自己想就这样一直学啊，有时候也会失败过啊，炸得过头啊，有时候哈不到位啊，就一直在学习啊，一直在炸。客家油葱会当使用伫各种料理，而且嘛是商用性真好的调味料，会当做主角，嘛会当做配角。无论是过年过节要包肉粽、煮圆仔汤，也是平常时的日常料理，拢袂当欠这味。咱来到这间吼，专门咧做粿啊，搁做这个咸圆啊，吼，咱今日要来试看卖啊。正港在地客家的这个料理伫遮，上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油葱。油葱就是因客家这个料理的灵魂就对啊。油葱一定爱好食，这间店才有人来啊。哦，这汤头嘛足赞的，尤其佮掺这油葱落吼，哦，迄气味真正又油又香啊！吼，听讲因较早吼咧做会做搁较油，吼，因为咱客人讲吼，咧食粗饱吼，一定爱看一下油安尼金金安尼吼，安尼才有迄个气力就对。但是即摆人较健康啦，较养生吼，拢做无遐油啊，颠倒来这个汤头真清甜。好，咱来食因的咸圆啊！
一般咱讲着咸圆仔汤有啊，拢是咧大粒圆仔内底包鸭安尼啊。但是因遮客家的做法无共款，伊用咱这个细粒的，哦有红色有白色的。一般咱妈妈可能会做甜汤来食，但是因遮无共款，因遮做咸的，较一汤匙啊送入去嘴的。因的圆仔哦，我感觉是 Q 度拄啊好，甲遮的肉丝啦、香菇啊做伙食哦，哇，迄口感真正足丰富的哦。这咸圆仔汤哦，就是爱配这冬蚵啊。所以讲吼，咱若想要食上在地、上传统的客家美食，来菜市啊就对啊。一家伙仔用心制作的料理，除了传承自顶一代好手艺，也佫包括一路行过来的辛苦，甲饮水思源的感谢伫咧其中。料理就是一种情感的延续，对出外的苗栗人来讲，是离开故乡了后会深深怀念的一种回忆。